呢套電影係講90年代嘅香港咧，曾經有3大賊王就喺呢個江湖上面咧叱咤風雲嘅啊。咁呢3大賊王咧就分別係卓子強啦、葉國歡啦同埋季正雄。樹大招風就係顧名思義啦，即係當一個人太招搖啊，或者佢哋嘅名氣太大嘅時候咧，就會引嚟咗好多一啲即係風聲啊，或者一啲即係狂蜂浪蝶啊咁樣嘅一個狀態啦。其實即係三個賊嘅命運，其實如果佢假設佢唔係有一個賊王，或者唔係有一個咁被人認知嘅名，然後引申到惹起到啲麻煩，就好似樹大招風嗰句説話咁，個意思咁樣，咁未必會有，即係就唔會出現咗咁樣嘅故事。卓子強，我係葉國歡。我哋其實樹大招風呢個戲，用我哋嘅角度去寫三大賊王咧，其實係用一個純人性嘅寫法。我哋係挖到好深，究竟呢個賊嘅內心世界，佢嘅慾念係啲乜嘢咧？嗱，我係一個攀山運動員啊！我征服完咗個山，我梗係想揾個高啲、揾個難啲嘅山，我就咁。